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句句跟嘅頻道。今日會帶大家去 IFC 國際金融中心2期嘅停車場。我哋一出中環灣仔繞道，就要一直靠左行駛。到咗前面呢個路口，我哋要左轉入民耀街。喺呢一個燈位，我哋再左轉入金融街。當我哋見到呢個 P 字，就可以先切入左邊嘅路口，並順住呢條線向前行。2期停車場總共設有大概1200個車位，比1期停車場多大約1050個車位。B4 層設有快速充電站，而 B5 層就設有快速、中速及 Tesla V3 嘅超級充電站。收費方面，日間收費為每小時港幣32蚊，夜間收費則為每小時港幣18蚊。呢個停車場亦提供代客泊車嘅服務，每小時就收費60蚊。詳細嘅資料可以參考我哋嘅資料欄，或者係 IFC 嘅泊車服務網頁。今次嘅影片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